表演艺术团体透过线顶的演出，努力来求生存。嘛真受到疫情苦恼的台湾的中小企业，嘛积极转型突破困境。华视新闻团队到中华社头探访到做尾仔工厂。农历过年后3个月以来，尾仔工厂的订单用要全部总互取消。业者为着要充分来利用原有做尾仔的基台甲人力，所以积极来研发到抗细菌的喙암甲喙암套，结果顺利来接到真侪欧美国家的订单，嘛维持工厂的营运。另外，伫防疫期间，正抢市的双手自动感应的消毒器，嘛是由原先做车用电子产品的厂商来制作的。转型了后，即卖的市占率是高达8成。这阵真有创意，阁真有执行力的头家人，安怎化危机为转机？变出着新商机，咱这回来探讨。影响很大，公司就已经推了无薪假。餐怎么有着落啊？房租啊，车子、银行贷款，烦恼说要怎么来啊？希望大家加油，让全球的疫情赶快结束，互相应用资源，大家一起活下去，努力加油。梦想商圈，一起活下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宽度，然后这个都有长度，再来就是要拉梁，这边拉梁，然后我们要看有没有断针啊、勾纱啊。做尾仔机台齐齐响，还有超过35度的高温。这款的日子，中华社头做尾仔业者肖明基，春夏秋冬四季轮替，已经超过30年。但是今年是伊创业以来上大的挑战。因为这个疫情发生以后，这个袜子的需求大幅的减缩，我们袜子的订单也都是被国外客人暂停出货。在开发的时候，右片跟左片那个顺序搞错了，结果试车起来，就是变成黑白狼巾，因为戴起来也很时髦啊。我曾经带出去菜市场结果就引起很多路人的异样的眼光啊。先涂完炼钢，就是这样手画去打板，去裁剪，然后去试车，出来，结果不是很满意，就一直在修这个版型，总共也大概前后大概修了大概5、6次。不愿让故事为白条的单红倒台，肖明基真肯创新，研发抗菌保喙암。原本做是尾仔机台嘛，用来生产喙암套，有可能是铁皮工厂外口搭的，这几句话影响伊足深的。恐怕今年度几乎是全部挂掉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只能在那边等死吗？就说你大家赶快动脑筋去想办法，运用我们的机台做一些口罩套也好啊，至少也可以因应这个燃眉之急嘛。中华上好的时阵，超过400间的工厂，45000人伫遮食头路。但是外在环境挑战，生意愈来愈无好做。2020年靠防疫突围。虽然国内喙암和喙암套市场已经满，但是欧美市场才刚开始。我都消化的订单，肖明基就分包予下游4间加工厂，要予同业冒生意做。国内外都有啦，好像最近比较有量的是那个智利的。他多少订多少？他总共是要订3万片，我们就先出15000片，先给他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赵总。你好。要甲你问迄个5万甲10万的数量安尼
差不多偌久会当交伊。哎，嘿啊，你才甲我报价一个，啊，搁迄个日期制作的日期啊。交期就对了，哦哦。做尾仔的人编辑钱图，社头人拼前途。这款的景象是全台湾产业救星的颂影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你好。刚好今天碰到我们在出货哦。是。每个月又有1、2次的出货时间，这一些货可能在今天2天就要出掉了。采访这天，黄信坚带某仔囝，佮其他4位员工，离30平大的办公室无因试查，准备要寄出200个手部自动感应消毒器。它有附铝珠跟立架，基本上它可以调亮的这个部分，其实是大家外面现在市场上蛮觉得新奇，还有它喷雾出来的样子，这个非常的漂亮。像这个不怕摔吧？这个基本上目前是不怕水。黄伟霆甲客户的反应分享给爸爸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一家伙仔3个人见面，讲的拢是公司。下班喽，辛苦啦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吃饭了。对，终于休息一下，来。今天吃什么？明天吃排骨饭。谢谢。啊，客户有一点切了有点久的哦，赶快把它浇一浇。明天还要再来一批，先整理一下明天要怎么出货的细节。好啊，安尼就是讲，一兼2块，食饭搁兼开会哦。黄信坚所研发的手部自动感应消毒器，对饭店、百货到政府机构，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。透过不断精进，市占率嘛已经高达8成。这个产品是 SARS 的时候开始的，但是它重点是它没有手，就是这样就打开了。它如果说在公共场所，就会把那个里面的75%的酒精拿去喝掉。那我们为了怕产生意外，所以我们才加手。你可能想袂到，黄信坚上开始是车用电子产品起家，免持听筒、车用荧幕，拢是主力商品。但是伊27年前SARS时阵啊，大大创新。这转型是一个很难的决定。老实讲，我也是经过了半年、1年的思考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型的话，可能就会不能存活。我们要做旭日行业，不要做黄昏的行业。咱来做后继行业，就是对着时机，卖做黄昏行业。这款的想法嘛，跳动着。即摆你丢毒到底是要转型，还是卖的企业主？对，早安，走吧。那我们进去吧。谢谢36.7。谢谢。小姐提醒您，今天的办公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。好。来，这里请。好。这就是您今天办公的房间。好，谢谢。到饭店不是要过暝，是要办公。后面暑假也到了，是它的季节，所以我觉得销量应该会很不错。那他有办法搭特惠套组吗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因为公司也会希望说我们可以做分流，那我们因而就是会想要选择饭店。那因为其实它的地点也很方便，大家坐个捷运大家就可以到，再加上它的环境其实是很舒服的。住房率也受到不少的影响。那在客房的部分，我们就想到一个突围的方式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客房调整成异地办公的一个日租型的办公室。那也受到许多金融业或者是新创科技公司的这些的青睐。台湾是做外贸的经济体，进出口占国内生产贸易比重5成和6成，服务业是6成5。以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物流为主的商业服务业来讲，中小企业85万间，如果每一间市的就业人口来估计，就有340万人。2019年，美国和中国贸易战；2020年又搁拄到新型冠状病毒，对产业来讲，真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大家同业也好，跨不同行业也好，都应该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更加的紧密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。现在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，少赔。既然少赔的话，拿出来资源共用，那么可能会创造
一个新的商机，或是呢让大家损害降到最低。所以这时候是求生存，然后有生存有商机，再求未来的发展。所以恐怕就是利用各种机会，叫无所不用其极去想办法生存。拍破轻卡，逆风突围，才会当方向新南海。2020年的后疫情时代，壮大台湾唔是口号，是现在进行时。2300万人就会当行过崩坑尾，等待天光的瞬间。迄时阵，咱下过社交距离，互相揽条条，回头看来时路，做伙活落去，真好。只要我们织袜业者努力创新研发开发出这一波因疫情的新产品，我们就能够打败疫情再创佳绩。很荣幸身为防疫国家队的一员，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让各个行业都能活起来，加油！饭店业与全民一起防疫，早日恢复观光荣景，加油！